华裔摄影师金国威与妻子共同拍摄、执导的是首登峰 Free Solo 获得91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。他在后台受访时用中文说：“我们都很爱中国。”金国威与妻子伊丽莎白 Elizabeth Chivazar Helai 都是职业攀岩者。这部片是记录哈诺德 Alex Honnold 徒手攀登优胜美的 Yosemite 3000英尺酋长岩 El Capitan 的英勇壮举。伊丽莎白在颁奖台上说：“感谢国家地理频道相信我们，愿意雇佣女性与有色人种，因为我们能够让电影更美好。”影片中，主角哈诺德不靠绳索，徒手攀登酋长岩，这项成就对攀岩界而言有如登陆月球。伊丽莎白感谢纪录片的主角哈诺德，谢谢哈诺德给我们勇气，教导我们如何相信自己能够创造不可能，启发了我们。这部片献给每一位相信自己能够缔造不可能的人。金国威下台后受访表示：“我们何其有幸可以在优胜美的拍摄与攀登，在这样一个启发人心、充满愉悦与美丽的地方，希望这部片可以提醒世人保护野生环境的重要性。”金国威在后台受访的时候，被问到拍片过程当中最惊险的时刻。他说：“有时候他攀爬到哈诺德的上方，无法看到对方的时候，只能在心中相信他一定能做到完美。”金国威是华裔出身，被问到中国电影的影响，他说从小看张艺谋电影长大，并用中文说：“我们都很爱中国。”中央社。